蓝方选手今年26岁，身高1.76米，体重59公斤，积分500分，战绩2胜3负1平1次无效。我们掌声送给来自日本的小林亮太。红方选手今年19岁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59公斤，来自恩波格斗，目前的积分500分，武林龙中队银量级金腰带拥有者，战绩3胜1负。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藏族雄鹰苏木达尔基。场上裁判格雷格，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。Okay, gentlemen, we've been through the rules. You need to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 and obey my instruction at all time. Let's have a good clean fight. Cuts gloves, back to your corner. Judge. Time. Are you ready to fight? Are you ready? Fight! 好，观众朋友，这是一场雏量级的电击赛，我们现在是在四川马尔康阿坝州体育馆为您呈现。哇，这边苏木达尔基和小林亮太的这场比赛也是一上来就非常的激烈啊。对，又是一个后手，侧踹，两人在这个级别都是属于身高臂长型的选手。这边连续想要去抱摔，不愿意和苏木达尔基进行太多的站立的这个进攻。但苏木达尔基也是快速的闪躲开了。不要去！两人现在这个距离保持还非常远，主要是小林亮太这一边不愿意跟苏木达尔基进行太多近身的进攻啊。后手又是一拳，直接坐倒在地之后，连续的进攻袭击，又是一个前手，再接一个后手，哇！小林亮太倒地之后，苏木达尔基连续的地面锤击，裁判叫停了比赛。这个连续的进攻啊，尽管不是一记击倒，但是也看得出来，这个苏木达尔基连续进攻的能力很强。对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好，这边恭喜苏木达尔基，也是在第一回合完成了一场速胜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19秒，红方 KO 对手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有请阿坝州委副书记、州委统战部长李卫国为获胜方颁奖。